交通部為了要強化駕照管理，今年有真儕新制度施行。今仔日就預告修正相關法規，讓人吊銷駕照3年以上，重新申請考領駕照進前呢，攏要先去駕訓班上課，保強這交通法規認知安全駕駛的觀念。若准違規偷駛車、偷騎奧多擺呢，就是等於無照駕駛。這騎奧多擺呢是上懸罰3萬元，要若偷駛車呢上懸是罰6萬塊。新制按算6月30施行。就是這個4年的查甫人，因為真濟改啉酒駛車，佮拒絕酒測，去年去交通裁決所公告累犯名單的頭一名，累計罰款達到504萬，佮互人吊銷駕照，限制33年內袂使考照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決定，甲伊轉去防治中心做研究的治療。未來才會互人吊銷駕照3年以上的，愛完成駕訓班訓練課程，才使重新考照。當然是要啊，要比較合理。對啊，因為現在毒駕啦、酒駕這個是太嚴重。其實我覺得效果不大啦，但是如果真的要罰，我覺得錢罰多一點，或許還比較有用吧。為了加強駕駛人正確觀念，交通部去年推出駕照管理376，今年5月18日又預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3法規，像講駕駛因為啉酒駛車，還是違規肇事致使人死亡，互人吊銷駕照3年以上的，即馬規定期滿了後，就會當直接考照。不過今年6月30開始，愛甲新手駕駛同款，完成駕訓班的課程，保強交通法規認知，才會當重新考照。他要在重新考領駕駛執照之前，必須要到駕訓班接受完整的駕駛風險的課程，重建他對交通法規的認知，包含的是要有養成主動停讓文化跟具備正確的法規的觀念跟知識。根據統計，吊銷駕照禁考3年以上的，每年機車、汽車各有差不多5000人。交通部講，未來新制實施了後，若是無完成駕訓班訓練，違規上路，會當作無照駕駛。機車罰18000至3萬6的罰鍰，汽車會罰3萬6至6萬塊罰鍰。記者採訪報道。